中国东航客机坠毁第6天，据新华社报道，经过6天的搜救，昨晚确认东方航空公司 MU5735 航班上人员已经全部遇难。该航班本月21日从昆明飞往广州途中，在广西梧州市藤县上空失联并坠毁，机上载有乘客123人，9名机组人员。据报道，救援人员稍早前已获得其中一个黑匣子飞行记录仪，另一台仍在寻找中。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表示，美国不会再袖手旁观，将更加积极地向世界第2大经济体中国施压，要求其改变美国认为扭曲市场的贸易做法。戴奇表示，美国正在准备一种新的对华贸易政策做法。他并未提及具体细节，但表示美国需要新的、更有效的工具来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更好地与中国竞争。美国总统乔拜登星期六在华沙会见了乌克兰外长德米特里库列巴和乌克兰国防部长阿列克谢。会议强调了可以做出哪些更多努力来帮助乌克兰保卫其领土，并讨论了正在采取的行动，以追究俄罗斯对其在乌克兰的持续侵略负责。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周五表示，中英双方高度肯定两国军政及会谈成果，同意加快解决遗留的个别问题，管控好现地局势，避免误解误判，通过和平友好方式协商解决边界问题，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王毅目前正对印度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及外长苏杰生。美国特拉华州通过一项法案，其中包括在全州正式承认斋月。该法案由30岁穆斯林女议员麦迪娜·威尔逊·安东作为主要支持者提出，在州议会会议上获得21名议员中的20名通过。据报道，中国驻埃及大使莫立强于日前与埃及通信和信息技术部长塔拉特举行会见，双方就加强中埃通信领域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莫立强表示，中方愿与埃方一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战略共识和会见成果，深化中埃数字经济、通信技术等领域合作。位于杜伊斯堡的东突厥散信息和文化中心赞助的东突厥散孤儿阅读经济援助计划于2022年3月26日上午在伊斯坦布尔塞发科伊的东突厥散协会举行，80多个家庭参加了此次活动，每个孩子获得50欧元现金。